皇上，这就是皇子。他以后就跟着你了，一定不要暴露他的身份。小蘑菇，这么久没见，怎么一下子变成狗了？给我站住！变成狗就应该听主人话。来，摁下，跪下你，跪下！套紧，套紧了。告诉你啊，狗呀就应该有狗的样子，看你还敢出来害人！这条恶狗啊，可是把它的主人陶公公都给杀了，现在变成老实狗，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。要是我呀，早就去死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，你一个太监痴心妄想宫女，还变成犬要把宫女给害死了。你给我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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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走？是不是有脾气了？啊？是不是要变成妖怪了？哎，你变！你今天变给我看看！不变我弄死你！来，走啊！走！走啊！小蘑菇！师傅，他们欺负我。他们是错了，但你这么做的话，不是跟他们一样了吗？一样又怎样？吃亏师傅，陶公公这么说，你也这么说。结果又怎么样了？他还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个假太监，我就要忍一辈子吗？从今天开始，谁欺负我，就要把他打回来。陶公公，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不会动，干瞪人，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陶公公，陶公公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怎么样？还在生我气啊？师傅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一心向善。可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有的时候善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错了，小蘑菇。我刚才梦见陶公公了，他一直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。一直在说，好像很重要的样子。他说了什么？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公主，天目道长到了。公主殿下，天目道长，好久没见你了。我今天找你，可有要事要说。不知公主这么急着找我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来，你先坐。最近啊，我可闷死了。唉，父皇也不在，
我问过所有人父皇的消息，都说还在打仗，谁都不告诉我。可能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昨天晚上我竟然梦到父皇了，他坐在一条河的中间，还叫我不要过去。你说人怎么能坐在河面上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你可得给我解释梦啊，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上父皇什么忙。这河面宽阔，寓意顺利。皇上力拔千军，能坐在河面上而不动，说明皇上是真龙天子。所以我想，不久之后，皇上定能压倒叛乱，凯旋而归。那太好了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天幕道长，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是不是也有什么心事啊？你也跟我说说嘛。你看，我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哼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最近迷上了一个谜语，怎么猜都猜不出来，有些心急罢了。谜语？我最喜欢猜谜语了，快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猜出来呢。2只耳，3个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啊？我还以为是多复杂的谜语呢。嗯？哼哼，这个啊，我真知道。小蘑菇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学你打坐。我在想陶公公的那句谜语，我还是想不出来，但是我一定要想到它，它是陶公公的最后一个遗言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不去。谜语不想出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哼，我带你去一个能够解开那个谜语的地方。当然，你不愿意去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去了。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就这个啊，我和小老头以前经常在这玩，这没什么不一样的嘛，有什么蹊跷？拿出来吧。小孩襁褓，打开的。陶公公临死前给我出这么个谜语，就是让我来看这个。李妃的孩子并没有死，李妃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陶公公，而这一养就是15年。小蘑菇，你就是这个孩子。我是皇子，我是皇子。我装了15年的太监，每天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活着。忽然有一天，说我是皇子。师父，我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好。师父，
你准备好了吗？娘娘，估计快生了，快去拿水去。好，娘娘，娘娘，水来了。回娘娘，孩子是个死胎。陶公公，娘娘，那我去处理了。娘娘，这孩子活过来了。这皇宫太危险，皇上又不在，那些想害我的人，他们知道太子活了，怕是更危险。陶公公，能麻烦你帮我照顾太子吗？拜托了。奴才一定照顾好小王子。对外宣称，说太子夭折，我重病在床，谁也不见。是。师父，我母亲说，有人要害死她。是谁要害死她？就算皇上不知道，太后也应该知道吧？我去问太后。小蘑菇，这样的一个秘密，如果你能那么随意的问清楚，他又如何能隐瞒这么多年呢？是谁害了我的母亲？是谁又不让我活？这笔账我该找谁算？小蘑菇，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的。你眼下最应该警惕的人就是六王。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他一定不会对你心慈手软。六王是不是也杀害我母亲的人？你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。各位大人，这便是本王地宫中的神鼎。这鼎威武四方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就像六王殿下呀。是啊，鼎在地宫埋得很久，也要洗去灰尘了。这个国家在王爷的治理下，也将不再蒙尘。说得好，本王治理
这国家从此以后就不会再蒙尘。那现在我就让大家一睹这日月神鼎的风采。天幕道长，哼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！3个朝廷重犯不请自来，自投罗网。本王倒想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来？我只是想告诉诸位大人一些话，六王不会害怕我说什么吧？哼，妖道妖言惑众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你说？来人，全部拿下！慢！微臣倒想跟天目童道长聊一聊，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说。天目童，你身为朝廷通缉的要犯，不思远走高飞，却冒险回到宫中，这是为何呀？小道只想告诉诸位大人，六王的这个鼎是假的。大胆！神鼎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你说这神鼎是假的，可有证据啊？真正的日月神鼎可以召唤金人，不知道六王的这个鼎可否召唤？哼，无稽之谈。六王有所不知，真正的日月神鼎确实可以召唤出金人。据传说记载，日月神鼎天下奇物，拥有者可以驾驭巨型金人，统领天兵天将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所以这日月神鼎才会成为历朝历代争夺的焦点。那些不过是传言，怎么能信以为真呢？还是有请六王迅速祭鼎，看一看能否召出金人。妖道妖言惑众，这鼎便是本王地宫中的真鼎。难道你能拿出祭出金人的真鼎？当然。什么？你能拿出来？神鼎在此。一这是神鼎。你拿一个尿壶就说是真鼎，你这是在戏耍我们吧？来人，把这3个朝廷重犯拿下！诸位大人不要害怕，难道诸位大人就不想看一看，当年的日月神鼎是如何变成小尿壶的吗？你们想看他的妖法？六王爷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们不妨看一看天目童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若他说的没有道理，那我们自然不会承认皇权的正统性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有道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变一变。如果变不出来，本王将你碎尸万段。谨遵六王指示。哎呦！来！你看，果真是天意呀！真是鉴定真龙天子的宝物。这是给小皇子御用的，要好生保管。好，谢皇上。去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如此啊！天目童，你想只一个幻术，就让我们相信这神鼎能变成尿壶？我看你是在用妖法糊弄我们。看来六王依旧肯定小蘑菇的鼎不是真鼎。你让本王相信一个尿壶就是真鼎，那六王就认为自己的鼎是真鼎吗？你不是说真鼎能招出金人吗？如果你手上的尿壶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它是真鼎。也就是说，六王殿下也并不确定自己的鼎到底是不是真鼎。所以，如果小蘑菇的鼎能够召唤出金人，那小蘑菇就是这皇位的继承人。只要你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他是皇位的继承人。
小道现在需要5升之血，还有召唤金人的祭祀台。还有血啊，有血呀！哎呀，你看这，还有血啊，血啊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做反了！哎呦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你看看，你们是来证明我的身份的吗？你们愿意为我保驾护航吗？愿意。退下吧。原来小蘑菇是我的哥哥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才是真命天子，我才是正统的皇帝。你们还不跪下？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六王，你还不服气吗？从今日起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天目同巡鼎有功，特加封国师称号。云香容乃瓦剌间谍，罪痕累累，立即将他捉拿问罪。皇上，皇上，这云姑娘一路上救驾有功，还请皇上网开一面。国师不必求情，朕自有打算。皇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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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皇上驾到！几个时辰了？回皇上，已经5个时辰了。皇上饶命啊！
我们错了。你今天惩罚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开心？那既然开心，为什么不笑呢？笑。笑！小蘑菇，师傅，小蘑菇，这些人虽然伤害过你，但他们罪不至死，你何故如此对他们？你叫我小蘑菇，我很开心，也很欣慰。我还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小蘑菇，但这些人，他们天生就该死，他们都是恶人，恶人就要折磨死他们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待云姑娘？她可是曾经救过你。她也害过我。师傅，我封你做国师，你没有真心实意的感谢过我，一直在想着云香容，想着和她双宿双飞，远离我，对不对？既然我留不住你，那我就把她关起来，我用她留住你，总可以吧？小蘑菇，你变了。不是真变了，是你这个小道长跟不上趋势了。哼！皇上，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是我看走眼了。皇上，还让他们爬吗？爬，永远都不要站起来，爬到死为止。是。云姑娘，你来了。我让你受苦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不怪你。你说人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？权力作祟。我在后宫待的时间比你长，见过太多人得到权力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不会的，小蘑菇她不会的。你还相信小蘑菇？她不可能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她一定会放你出去的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宫，我带你云游四海。我骗过你。小蘑菇的真实身份是我告诉六王的。当时他以折磨宁妃来逼我就范，这件事情压在我心底很久了，怕说出来你会厌恶我。那现在你说出来，就不怕我厌恶你吗？也怕我根本就不值得你救。皇上，不知请本宫过来有何事？虽然15年前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本宫却视你为己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把你当亲生骨肉对待。哼，你要做我母亲，我不一定认你这个母亲。而且都知道，皇后对我的母亲李妃恨之入骨，当年莫名流产，暴毙身亡。想必皇后也动了不少手脚吧？还是说皇后就是罪魁祸首呢？皇上冤枉，本宫确实与李妃不和，但是我并没有伤害她啊。
是谁害的呢？本宫实在不敢说。六王和皇后关系这么亲密，想必六王也都知道。要不六王，你说说看。皇上误会了，我跟皇后并不亲密。是，不亲密。当时我被困在六王府的时候，我可亲眼看见你们两个在床上。难道这还不亲密吗？皇上明鉴，当时这女人她的需求太多，趁皇兄出征之时，她就缠着我。皇上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你，六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怎么能辜负皇后呢？臣确实对不起皇兄，但求皇上看在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份上，臣愿意削去爵位，做一个平民。只是你终究给父王戴了顶绿帽子，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我绝对不会说出去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两个人，我只想留一个，你们看着办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留在这宫中，妻子不是妻子，母亲不是母亲，人都会死的。放开我！你先去吧，少受点折磨。皇上，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。皇上。公公，疼吗？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让我饶你也可以。当年太后怎么杀死李妃的？奴才错了，奴才全说呀！皇后已经下了打胎药。糊涂！皇上回来，肯定会追究那个贱婢肚子里的孩子，到时候后宫不得安宁。与其这样，斩草除根，刺毒药。是。李妃接旨。李妃，太后赐给你的，喝下去吧。李妃旧疾复发，出殡发丧。皇上，您说过的，饶了我的命啊！皇上，您说过的，皇上。笑话！打到死为止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这位公公，皇上去哪里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皇上也早就带着人去了其他宫中。去哪个宫了？不清楚。谁这么残忍？是谁干的？当然是皇上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小蘑菇就是我的皇兄，太让人惊讶了。原来我不是父皇唯一的孩子。乐平，你母后在什么地方？母后被小蘑菇叫去了。他叫你母后去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
好像六王叔也一起去了。太后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想歇一会儿。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启禀太后，皇上驾到。知道了。皇兄来了。乐平，你先别出去，别见你皇兄。快，先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好孩子听话。快，先藏起来。老身最近老眼昏花，腿脚也不好。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哎，免了免了。听说太后抱恙，做孙子的一定要来看看，这是礼数嘛。如此，多谢皇上。皇上的心意领了，只是皇上日理万机，不要在这边耽搁太久的时间，否则哀家心里过意不去。太后，朕这次前来是想问一下15年前的一桩往事，听说太后也参与其中，想必太后你应该都记得吧？年代太久了，哀家记不清了。其实太后是最不想看见我的吧？一个15年前本来该死的人，现在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好。太后，我带来了藩邦进贡的延年益寿丹，朕特意拿来孝敬您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。太后，一家人嘛，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啊。好个一家人！哀家就如你所愿。皇上，哀家在下面等着你。你这样死太便宜你了。启禀皇上，云香容越狱了。小蘑菇杀人了，小蘑菇杀了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重犯云香容越狱了。六王洪没了，太后洪没了，太后洪没了，皇后洪没了，六王洪没了，太后洪没了，皇后娘娘洪没了。云香容杀了太后，畏罪潜逃。六王和皇后相互残杀，双双死在房内。这些都是宫中大悲之事，必须举国哀丧，捉拿逃犯云香容。皇上，这些奴才记得都对吗？记下来就传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说逃走的云香容杀了太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的伤口一看就是箭伤而死的，现场留下的证据就是云香容的佩剑。云香容本来就是瓦剌的内奸，为宁妃报仇，
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萧蘑菇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事情就是这样，只不过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查太后和乐平公主的尸体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。你越来越不相信我了。也罢。国师大人，你不能进去。皇上命我来检查他们的尸体。皇上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所以您就别为难我了。皇上说还是赶紧烧掉吧，不然这皇宫里全是腥味儿。上面情绪喜怒无常。脸色泛黑，果然是中毒。竟有此事！我也不敢相信，但他确实变了。小蘑菇去报复太后，可以理解为他是在为他的母亲报仇。可是若如你所说，那太后死得也太惨了。难道成为了一国之君，就让他的天性都泯灭了吗？这是我看走了眼，此事我脱不了干系。国师去了于大人的府上。果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。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，就算贵为皇帝，也不能胡作非为。我一定要严惩小蘑菇。于大人，小道与你同去。不，云姑娘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你留在此地等候消息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来呀，更衣进宫。参见皇上。免礼，于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大人，我刚想找你问一问如何治国。君子以德治天下，而小人以利治天下。臣这里有一份密诏，是先皇临出征之前交给臣的。既然凭此密诏可以指证你当皇帝，而你不称职，那么自然也可以凭此密诏罢黜你。于大人，我只是想一心为我母亲报仇，我有错吗？可你的所作所为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做皇上该做的、可做的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当胸怀天下，以德治国，绝不可以挟私报复，肆意杀戮。事情都做了，不可挽回，就请你自己下诏宣告退位吧。之后，臣会拟书昭告天下，将你的罪行公诸于世，再与群臣商议如何处置。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。大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一心只想为我母亲报仇，现在大仇已报，我可以治理国家了。大人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。你的所作所为与六王有什么两样？我后悔啊，后悔当初不该拥戴你做皇帝，臣辜负了先皇的重托。我是怎么了？你当然我知道
你这次来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但是我又想报仇，以免跟大人发生争执，伤害到你，我在这个屋里点了迷香。大人，你毕竟是我恩人，我不能加害于你，我要把你关起来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你。虎羊之争，居然羊给赢了。你终于熬出来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。看来宁妃还是这么有精神头啊，还能活一阵子。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？不如就给我个痛快。不，我这次来不是折磨你的。我是想和你做笔交易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飞鸽传书到瓦剌，将大明的皇帝处死。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想杀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，我就放你走。毕竟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。我答应你。我知道你不会放我走的，换作是我也不会放你走。聪明，不愧是宁妃。不一定哦。于大人进宫多少时辰了？哦，有5个时辰了。走了。师父，是你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已经不是你师父了。这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梦见我们在一起欢乐的时光。我们回不去了是吗？月儿和陶公公都离我而去，你也要抛弃我，对不对？你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以为你做了这些，陶公公他们就能死而复生吗？小蘑菇，你这样做，非但得不到人民的爱戴，还会把自己陷落于众叛亲离的境地。我奉劝你，早日收手吧。我不管别人，我只要你。师父，你变了。以前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会上前来哄我。你看看你现在，
都不心疼我了。小蘑菇，是你变了。师傅，听不懂，你现在已经被我困在这个血毒之阵里了。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布置的，就化作一份礼物，送给你。哎，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，因为这个阵，你要想冲破它，轻者内力全失，重者你会死的。你终于对我动手了。我只是想留住你，你看，他是谁？心疼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吧，要么杀了这个瓦剌的奸细，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国师，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小蘑菇，你疯了！他是你师傅。就因为他是我师傅啊，我才要给他最好的，把他留在我身边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，因为我喜欢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了云姑娘。天不懂，你耳朵有问题吧？我刚刚说的是，你杀了云香容，留在我身边，不是说放了云香容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是一个道士，这么残忍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亲自做呢？要不，我替你做吧。云姑娘，我们必须分开跑，不然一定会被捉住的。不行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走！云姑娘，云姑娘，那云姑娘，还请多多保重。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抓住他们！他们这是兵分2路跑了。天目统领给我吧，你们追。是。这边，分头追。好，追。天目道长，公主，天目道长，小蘑菇杀了太后。她现在连我都要杀。什么？走。这边。小心！
乐平公主。师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可以找到你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那你又是当年的天不同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浑身上下充满了七情六欲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什么资格？好，我就想看看你抱个死人能跑到哪儿去。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就抱一下。知道吗？这个我等了好久好久，听不懂。乐平。师傅，徒儿，你这段日子下俗世历练的如何？徒儿一事无成。徒儿曾想，只要道法高深，便能化解这世间罪恶之结。可是不行，不管你道法有多高深，也始终探求不到这人心之深度，更化解不了恩怨情仇。事已至此，这些都是执念，执念在宫中仍欲念纵横。你还没有看破吗？还是应该放下呀。放下？徒儿明白了。皇上，已经得到了准确消息，皇上已经逃出了瓦剌，现在已经到了居庸关。皇上？是太上皇。真的不再修行了吗？这世间许多事情都不能执着，我修如何？不修又如何？倒是你没事就好。
你看你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怎么还一副山人样子？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就赶不上船了。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然如何？好了，逗你的，走吧。